MIC 新居屋設計方案，安達臣安盈苑極致空間改造術。今日我哋講下安盈苑嘅設計。安盈苑採用咗組裝合成建築法嚟起，簡稱MIC，變相影響廚房及浴室唔可以隨便改間隔。屋主理想嘅設計包括要有半開放式廚房，想優化浴室空間同功能，同廚房需要大量儲物空間，裝得落大雪櫃、大型廚具、咖啡機、養生機等等，真係有啲挑戰。唔拆得牆，點樣設計可以令到原則廚房同洗手間更加實用呢？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單位嘅廚房同洗手間點樣變身。首先，設計師拆咗原本嘅廚房同洗手間門，將門外嘅空間納入廚房範圍，偷位解放廚房空間，成功擺放大雪櫃，咁樣就可以保留結構牆，完全符合MIC嘅限制。而家廚房空間多咗，解決咗原則放唔落嘅問題，亦都實現咗屋主想要半開放式廚房嘅願望。另外，廚房仲偷咗洗手間新門位隔離嘅位，做咗個薄身但又超高效嘅收納櫃，擺調味料、即食麵、罐頭、乾貨海味，打開櫃門一目了然，係女戶主至愛。仲有薄身地櫃，做小廚電嘅專屬空間，成1.5米長架，飯煲、水煲、咖啡機、養生機、多士爐，乜都有位擺。仲將原本擺洗衣機嘅空間，變咗做大型廚具嘅收納區添。洗手間門就稍為延伸入廚房區，咁就可以擴大洗手間內部空間啦。咁樣就可以將洗衣機移去洗手間洗手盆旁邊，騰出廚房地櫃嘅空間之餘，仲減低洗衣機喺半開放式廚房嘅噪音添。所以話，就算唔改得牆，只要設計得好，一樣可以打造出超實用、超靚嘅安樂窩。總結一下，透過精心設計同多功能櫃體，我哋成功滿足戶主對儲物嘅需求。整個單位嘅儲物櫃尺數增至50多直尺，真係每一寸空間都用得好好。重點係無需拆牆，仲可以節省約15000元砌磚牆費用，做到高效率又高性價比。有我哋專業團隊設計嘅MIC新居屋極致空間改造術，超高效室內設計加裝修加全屋定製一站式方案，你嘅理想生活劇本由 Base Design 為你用心設計，每一寸空間都係精心嘅章節，有着你嘅故事。